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尋秦記電影嘅票房已經突破5000萬啦！相信今次電影公司嘅工作人員可以開開心心去鋸扒。隨住有呢個咁好嘅成績，電影《尋秦記》亦都喺台灣正式上映啊！而今次亦都係古天樂同孫軒闊別12年，再次到台灣做電影嘅宣傳。而隨住有好多網民唱出誰和誰呢句天命最高嘅歌詞，古老闆亦都回應呢句歌詞只係網民唱錯，而佢自己亦都指出唱天命最高嘅時候唱錯咗一句歌詞，就係亂局亦一樣入定。難怪啊，喺咁多 AI 版本裏邊亦都係有唱錯入定呢句歌詞啊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既然大家都係唱錯一次，咁呢局就係打和啊。而值得大家高興嘅消息啊，就係古老闆響煎皮 YouTube 嘅頻道上邊獨家宣布咗《尋秦記》電影嘅加長版已經正式製作當中啦。當然，實際嘅推出日期仲未定啦。據佢透露，主要係要睇返今次電影票房嘅成績。所以，如果大家想睇《尋秦記》電影真加長版嘅時候呢，麻煩大家就請移玉步到戲院，多多支持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啦。你聽緊嘅係做喵頻道啊！我哋每個星期都會為大家更新一啲潮流文化資訊。如果你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啦。最後有一段《尋秦記》嘅二創影片送俾大家。好，我哋準時下集見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點解你唔早講？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Really？ 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不如飲啖水冷靜下啦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承載唔到你亂嚟，搞事咩都冇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得啦，知你威啦，小心你出少句聲啦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好，咁 see you later 啦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點解你唔早講？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Really？ 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不如飲啖水冷靜下啦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承載唔到你亂嚟，搞事咩都冇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得啦，知你威啦，小心你出少句聲啦。咁耐煙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好，咁 see you later 啦。